看转来到咱台湾，国光客运新税务准时发予员工，今年已经有2届。因总经理表示讲，公司已经启动财务改善计划，希望甲14条下了钱的路线停掉。也讲到过这边是表示讲会设立机制，确保国光客运的财务状况袂出问题。23对办理开往台北的国光客运和营业客运的拖班车大力弄掉，国光客运随启动关怀小组发放慰问金，事故死伤者由公司保险来理赔。中台事故了后，最近佫团说也欠银行30亿。国光客运总经理林桂兰回应，总也存20多亿。最近已经进行财务改善的做法，除了处分资产，另外进行场站的裁贴甲路线加强改善。我们努力瘦身的结果，财务改善的结果，希望银行团能够继续的给我们支持。县市政府他的给我们的补贴款要有建立预拨的制度。来个原本位伫台北车站边仔国光客运服务据点铁片围起来已经搬走，改伫单车亭边仔设简单的卖票亭。国内上大的客运国光客运52条国道客运路线，公路客运11条，市区公车42条路线。业者讲，疫情进前每天旅运人次9万人，疫情了后落到6万5千人。疫情以来连续向银行来借钱，也过运量一直无转来。部分南部路线更加开一班了一班，会建议停驶14条路线。不少人去听到惊一个，也认为这个客运方便难以取代。对，会没那么方便。每天搭嘛？对，几乎是每天搭。每天要排队排好久，所以废掉的话会不行。公路局讲，对国光客运提出的14条路线内底，会优先对着高雄垦丁这6条路线，强制进行阶段性部分路线合并。其他8条内底，长途南部路线会进一步甲业者讨论处理的方式，来维持相关路线袂影响服务为主。台北区监理所他会建立那个各项的管控的稽核点我们要了解说国光客运它薪资发放的情形跟车辆行驶的情形。公路局讲，对着国光客运相关补助的款项，会以停驶以上紧的速度发放；对着业者的财务状况，也设立有控检核机制。记者综合报道。